台中市府选出来离校代表，指控社会局伫今年取消因去参加会议个提案的权利，而且这过程都无成功。社会局就表示讲，因是照联合国的建议，改用多元的方式来推送，或者代表会当透过其他机制来发声。儿少发生名存实亡，儿少发生名存实亡。学生提手牌抗议，伊是台中市政府遴选出来离校代表，所以来到台中市议会召开记者会，批评讲还阁在任的第4届离校代表，煞予社会局裁决取消议员会议的联席权甲提案权。我们非常希望我们能够为更多台中市的儿少发声，但是市政府他们却剥夺我们的权利。6都拢有离校代表的机制，台中市目前拢总有21个离校代表。北市离管会推动检举者保护机制，线顶咨询辅导系统，关心丰原高中霸凌案调查的进度。因批评今年已经社会局伫官网单方面公告裁撤离校代表的新闻，加入离校社区培力代表，侵害离校权益，拢无沟通。这样做裁撤之后，最可惜的地方是我们在儿少多元性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不足够，甚至是我们过往比较大团体是大家共同讨论脑力激荡的一些产出的提案结果，其实可能也会不复存在。台中市社会局讲，离管会离校委员伫去年12月6期满，参考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意见。建议台湾的离校委员会当由多元管道推荐，所以按即届开始，无阁由离校代表担任离管会当年的委员，增加新疆原民较少下顶离校委员机制。由相关主管机关、社福团体推荐身障、原住民及国中年龄较幼的儿童2到4名，保障参与条件相对不利的儿少族群，让更多特殊处境的儿少的声音被听见。这21位儿少代表其实也是社会局遴选的，他们自己遴选的儿少代表，然后自己片面取消，这是我想，是我们儿少代表最没有办法接受的。人本基金会批评讲，机制变动拢无进行公开讨论，嘛无出席离校代表的同意，都违反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台中市第4届离校代表向台中市政府提交陈情书，而且伫网络发动联署，希望市政府恢复离校应有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